新营天鹅湖啊，新营天鹅湖，破光节1月27到3月3号，我这个傍晚到晚上啊，可能来看参观的也很多。破光，你看那个天鹅湖湖面会有那个特效的那个，可能花灯作品啊，投影啊，会喷水啊，会投影啊，有那个花灯作品的展览啊。很漂亮啊，夜景也很漂亮，还有装那个 LED 灯的多种色彩的光啊，很漂亮。夜景来看很漂亮。今天大年初三，来出来晒晒太阳，增加阳气，增加正能量，增强免疫力，得到健康。到人多的地方，你看那个庙很多，过年了到庙拜拜了很多。人多啊，人气旺啊，是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啊，心情开朗啊，向阳啊，向阳有阳有阴嘛，向阳嘛，接近阳光，接近人群，增强正能量啊。你看这个出来踏青走春，你看帮助身体健康，心情开朗，心胸开阔。看到那个漂亮的风景，看到艺术品，心情好。还有接驳车呢，从那个火车站那边呢，有接驳车会开到天鹅湖这边呢。新营啊，天鹅湖这边北边还有赵子龙的庙，叫龙兴宫，赵子龙的龙。今年金龙年，龙兴宫好像去年快年底的时候才落成启用了。赵子龙的庙呢？新营天鹅湖的北边那边，龙兴宫不远了的，很近了。龙兴宫。你看停车停这么多呢，到了傍晚晚上啊，你看，那个前方那个往新港东的那个路边一直大概停了100-200公尺远，大概有了。快到那个新港东六村的那个路口那边了，左转往那个新港东往那个金源。你看，这个晚上都有灯光很美。新营天鹅湖，破光节。你看，正前方有没有？那个也是花灯的作品。你看还有那个椅子那么多，可能有举办开幕仪式给人家做的。你看那个也是灯呢，你有看到吊了很多灯啊？那个是到了夜晚又很好看的。你看还去逛一逛那个，看那个绕一圈看那个花灯作品，背景会更美，新营破光节。有没有看到？新营破光节。你看，新营天鹅湖破光节。
新宁天鹅湖破光节，这个游客也很多。